客家话先同逐步装饰来，将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先同逐步装饰来，将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唔係做嚟講，先老逐步裝飾來，將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先老逐步裝飾來，將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嘅華語的意思就是先把抹布弄濕，再去擦拭它，最後等它乾。你先把抹布弄濕，再去擦拭它，最後等它乾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先同逐步裝飾來，將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先同逐步裝飾來，將去出奇，苞米等其走。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嘅唔係做得講，先撈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先撈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那華語的意思呢，是說你先把垃圾分類，再拿去丟掉，最後要記得洗手。你先把垃圾分類，再拿去丟掉，最後要記得洗手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堆疊，苞米愛記得洗漱。